终于停了，好困。当时就是从这里进去的。这个秘境果然没有漏洞可循。难道我还要去找楚玄机吗？丹平，你一定在怪我吧？你让我照顾好女儿，可是如今，玄机床下如此祸事，我该当如何？我该当如何呀？爹，要不然你也把我关进密匣洞吧？你不心疼妹妹，我心疼。师父，您就饶过玄机师妹吧。师父，饶了玄机小师妹吧。掌门师兄，掌门师兄，秘境室又有异动。去看看。爹，这件事情以后休要再提。什么人如此大胆擅闯我少阳秘境？弟子浩辰拜见掌门师叔，眼红师叔，河阳师叔。先前匆匆一见，未能拜见诸位师长，还望恕弟子失礼。哎，免了免了。你跟你师父稳固秘境结界在先，不必在意这些虚礼。衡阳师兄10年前收你为徒时，你还全无根基，想不到闭关10年之后，你的修为竟然精进到如此地步。之前见你封结界时的身手，可见你早已突破少阳阳绝宫第10层，而旭阳峰大道无情诀也已经有所成了。弟子不才，才领悟大道无情诀真意，被师父准许归来。你不用谦虚了，你这么年轻就有如此的修为，不愧是我衡阳师兄的得意弟子啊。衡阳师兄还在旭阳峰脱不开身吧？秘境结界的阵眼在我旭阳峰，师父需闭关数日，以安秘境结界。如今罗侯、冀都2星相西，秘境结界动荡愈甚，所以师父特命我来首阳峰查看，加固秘境，谨防少阳之难。此乃是我少阳立派的初衷。掌门师叔，不知上次误闯秘境的师妹如今何在？我现已将她关入明霞洞里了。小女向来生性懒散，资质平庸，绝不可能是她打开结界的。想来是结界发生了异动，才让她意外闯入的。浩辰呐，你把这件事情帮我查清楚。是。大晚上跑到这儿来有什么用呢？没有影红姑姑的手令，想上小王峰比通天还难。你去不了明霞洞的。我就是来看看也不行吗？明霞洞里面阴森可怕，玄机又没有修炼过，他也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去。玄机若是学不会哭的话，就不能证明自己并非是无情无心之人，肯定是出不来的。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。可，走吧。啊！楚玄机若能落泪，就能下来吗？
结巴的面具，他也会这样收服。罗侯嫉毒两星突然又拉近了几分，你们可曾看到？看到了，这或许说明魔煞星罗侯嫉妒的元神和心魂靠近了。不过，堂主尽管放心，我们的人已经混入到了簪花大会中，定不会让堂主失望的。另外，据鹿台山的分坛来报，他们用天狗抓住了那个知晓如何取得君天侧海神器的鲛人了，地狼正在审问。好，告诉地狼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务必撬开他的嘴。是。玄机，玄机，玄机你怎么样？你怎么冻成这样了？六师兄，我其实一点都不冷，他自己要抖的。对了，六师兄，我就是不想一个人再在这个洞里面待下去了。你说爹爹会不会在这里把我关一辈子啊？我总是给爹爹丢人，还要给少阳闯祸，他会不会真的不要我呀？玄机，不许胡说。师傅是掌门，自有他的难处，可他是舍不得你的。我今天能来，也是师傅特意叮嘱我来给你送饭，他惦记着你呢。而且我和玲珑也都在为你着急，也都在想着让你出来的办法。你可不能先生出丧气的念头啊！会有办法吗？办法呢，咱们得慢慢想。当务之急啊，是先吃饱饭。哎，你不许说不吃啊！这要是身子垮了，你更撑不住了。这粥啊，是玲珑亲手熬的。他说师傅不准他上来看你，总得给你做点什么，好让你知道他的心意。来，这是玲珑亲手做的，啊、玲珑的心意我肯定要吃的。怎么了？太烫了。六师兄，我能吃出味道。师傅就能放你出去了。哭？你快试试。有眼泪了吗？玄机真的恢复味觉了？那他其他武士会没恢复？那他到底会不会哭，会不会流泪啊？那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只有味觉，他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恢复的。我问了半天，也许是跟秘境有关。也许，那还不是你弄不清楚？也许。喂，大小姐，你要信不过我，自己上小阳峰去看啊。我要是能去小阳峰，我还用得着跟你说呀？气人！哎，这万妖手册是谁的呀？万妖手册，这还加了纸签。古雕，性凶猛，脚辛辣，可炼其香，
是闻者落泪似雨，名曰落泪香，这谁放在这儿的？肯定是想帮玄机的师兄弟啊。落泪香，如果玄机有了落泪香，就得救了。是啊。可是，我们去哪儿找古雕呀？哎，这上面写了，此次簪花大会要摘的花是古雕啊。太好了，爹爹正在沈阳堂主持5大派的摘花任务呢，我们现在就去吧。去什么去啊？现在肯定是把守森严很多人拦着，你进得去吗？你不是说你的遁地咒又精进了不少吗？我们就用那个去。小丫头片子，你使唤我倒是挺顺手。走。各位，众所周知，簪花大会主要是各门各派的弟子相互切磋，选拔仙门仙秀，是以年满16者，以前从未参加过簪花大会的弟子，都可以在此一展风采。但我修仙门派最终要恪守的遵旨要义，乃是斩妖除魔，以维护世间之安宁，此绝不可忘。各派弟子相互切磋，最终获胜者就要与妖物相抗，斩妖除魔，才能够摘取那妖物身上所制的牡丹花。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将簪花大会最后的妖魔给擒来。这个任务不比擂台比武，非常的凶险，所以我们还是跟往年一样，用抽签来决定。竹签已经放进木箱之中，今年由东方岛主来抽签。东方兄，请。今年这个花呢，就是鹿台山上作乱的妖物。附近的居民被残害者已有数十，见者皆言，腰翅张开足有5丈，叫声像小孩的哭声，专躲在水下吃人。由此可见，这必定是消失已久的妖族凶兽古雕无疑了。是古雕，是古雕！看来真是有高人相助啊！只要我们帮玄机得到古雕角，炼成落泪香，玄机就可以不用关在明霞洞里了。哪来的鼠辈在那窥视？给我滚出来！还不给我出来！师傅，怎么是你们2个小家伙？不，只是2个顽童而已，灵石长老不必动怒吧2个小童年幼无知，让诸位见笑了。你们2个还不给我退出去！原来是个误会。不过这摘花任务，但凡到场者皆得抽签，要不然不合乎规矩吧？你，爹爹，我想参加，我去找古雕。我已经修炼10几年了，你让我磨练磨练呗，我想去。好，果真是虎父无犬女，楚小姐令人敬佩啊！哼，你呀，我们少阳派修行向来都以除妖为己任，从来不会退缩。师傅，我也要参加。看来少阳年轻一辈自有龙凤出，楚掌门还在担忧什么呢？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把他们俩的名字写上去吧。师傅，让我来写吧。那这次就真的开始了。看看第1签花落谁家，居然是福玉岛主东方青旗啊！哎呀，让在下抢先了，承让，承让。来看看这第2签，少阳派小阳峰长老楚影红。承让。
这人。第3签，离泽宫正堂金贵宫弟子宇思凤。是宇思凤，他还是那么帅。你这丫头，看他样子，应该是和玄机差不多大，才刚有资格参加簪花大会，竟然也同时参加了摘花任务，看起来应该挺厉害的。看看第4签，邵阳派首阳峰弟子钟敏言。弟子不孝，抢得一喜，诸位前辈请见谅。看看这第5签、第6签，哟，邵阳派掌门蒲磊，邵阳派旭阳峰弟子浩辰。我爹。掌门人浩辰都在就好了，不然还真怕保不了敏言这小子。我看呀，这次摘花是被你们邵阳派包圆了。哼，看看这最后1签，又是邵阳派。邵阳派首阳峰弟子楚。楚玄机。师傅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突然就脑子一片空白，然后手一抖，就把玲珑给写成玄机了。师傅，您罚我打我吧。可是爹，事已至此，各大派都看着呢，咱们总不能因为耍赖丢人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2个耍什么心思。你们把他从明霞洞弄出来一时一刻，又能怎么样呢？难道真的能改变得了他？可是要是让妹妹多见识见识的话，或许她就会生出更多的感受，比如说欢喜啊，或者悲伤落泪什么的，是吧？掌门师叔，眼下秘境结界尚稳，并无大碍。如今摘花任务中又有玄机师妹的名字，推脱不得。我看不如就先让她出来，等她回来时，若还是无心无情，再把她关回明霞洞便是。对啊，对啊。师兄说的对啊，师傅。唉，好吧，既然你浩辰师兄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好啊，刘师兄怎么还不来？玄机，玄机，玄机，玲珑，玄机，玲珑，玄机，这里如此苦，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你快让我看看。没事，我一点也不冷。怎么到处都是伤呀？走，姐姐带你走。等等，玲珑，我可以出去了吗？冷吗？玄机，这次摘花任务有你。啊，摘花任务？可是我连妖怪都没有见过，我怎么打妖怪呢？傻丫头，不用你打妖怪，这只是一个金蝉脱壳的计划。我们走吧，好吗？那以后怎么办呢？我不想再回来了。不会回来了。咱们走一步看一步，先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好不好？那姐姐，你带我出去能不能吃好多好多好吃的呀？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走吧，走。思凤，离泽宫之所以定下宫规，叫弟子在外面戴上面具，一是为了打消外人接近的念头，二是为了让你们守住自己的本心，莫要陷入了私情杂念。既然你的面具已经丢了，就别再把心丢在外面。
错手加错。弟子明白。楚玄机，楚玄机，你果然在这儿。小结巴，是你啊？哎，你怎么不结巴了呀？我很聪明。对了，我这2天都很担心你。他们说离泽公的面具是不准摘的，你的面具被我摘了，不要紧吗？不用你管。不过你们离泽公真奇怪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把脸用面具藏起来？哎，小结巴，你这儿有一个泪痣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哭啊？我从来就不掉眼泪。楚玄机，你听着，我要拿回我的面具，你再带我进一次秘境。再进秘境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，就是这个事情绝对不行。上次我爹把我关进明霞洞，你看我都饿成这样了，我不去。什么条件都可以，只要你说。不要。那就别怪我了。你放我下来！我不去秘境。哎呀，你放开我！我不要再进秘境了，我不要再进明霞洞！哎，你快帮我打开！我告诉你，若不是我心甘情愿的话，秘境是打不开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只有心甘情愿才可以把它打开？所以我告诉你，你不要逼我，我是不会帮你打开秘境的，不然我爹知道了就会扒了我的皮，抽我的筋，关进明霞洞一辈子。玲珑和六师兄也不用下山找古雕角，做落泪香了。就凭你们也想拿古雕角，做梦呢没有？我们虽然没有你厉害，但是可以试一试嘛。这样吧，如果我帮你拿到古雕角作为交换，你可以再带我进去一次吗？真的吗？而且，我定不会让你爹爹发现你进过秘境，怎么样？一言为定，就这么着。你不喜欢吗？擦擦。你离我远点。李四凤，又见面了。你这人的脸怎么比明霞洞的石头还冷啊？我们没那么熟。小结巴，他早就不结巴了。哎，六师兄，一会儿你带我飞好不好呀？哎呀，玄机，我突然有点肚子疼，想先上个茅厕。你们先走，你帮我跟师傅说一声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哎，我，小结巴，那一会儿你带我飞好不好呀？爹爹他们飞太快了，我要跟着他们的话，我会掉下来的。回头他又骂我。不行，我飞得快，而且男女授受不亲。啊？玄机。爹。绵延呢？六师兄说他肚子疼，去茅厕了。哎呀，这孩子，等一会儿你跟着爹爹飞。啊，我。掌门师叔，不如我带着玄机一起飞吧。玄机，别怕，我会慢慢飞的。就这么定了。小六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在这等了你好久。我这次偷偷带你下山，千万不能让师傅发现。放心吧。自己太笨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学会御剑飞行，不然的话，我自己就能飞了。浩辰师兄，你飞快点吧，我不怕。好，
站稳了。小吏参见各位仙长。小吏知晓鹿台镇因受妖惑困扰，故广发告书，求助各大修仙门派。各位仙长能及时赶来，小吏实在是感激不尽呐。李正，不必多礼，此乃我等分内之事，还是让我们先看看被妖物所害之人吧。快请。这是昨日刚在鹿台山遇害的，他们一行外乡人有5人，可只找到了这1具尸身呢。妖怪，还有我妻儿4人在山上。衙役和几个胆壮的猎户冒险上山寻了一圈，连个尸身都没寻着。这鹿台山是这里乡亲们进出的唯一通道，可乡亲们都得被困在这儿啊！哎呀，这如何是好啊？大家不必惊慌，我等此番前来，定为大家斩妖除魔。多谢仙长，多谢。如此看来，根据先前的信息和这个伤痕来看，凶手定是这鹿台山上的古雕无疑。哎，玄机，不要乱跑。爹，我看这人的伤口不像是鸟啄的，像是被狗咬的。不要乱讲话。我没有乱讲。出掌门，东方道主，这确实有些异处。你们且看，这尸首的右侧虽有灼痕，可左侧留下的却是齿痕。古雕有会无齿，是无法留下齿痕的。是我们先入为主，未曾细看尸身，这齿痕却为有利齿的妖兽所致，还是玄机心细啊。哎呀，看看，后生可畏啊！其实啊，本岛主早就看出来了，我故意不说，这个鹿台山上除了古雕之外，一定还有其他怪物的。还不止1个啊！大家不要惊慌，不要惊慌啊！老李正，以我等之力，部署妥当，应该应付得来。还是烦请带我们见一见那些见过妖怪的镇民，问明情况，也好有的放矢啊。好，快跟我走，请。玄机，你就和于小霞去市集，置办抓古雕所需的东西吧。嗯。玄机。啊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遁雷桃浆，一种可以让人瞬间移动的小法器。只要藏在手心，然后默想要去的地方即可，稍微练习几次就能掌握。虽然我们抓古雕时一定会尽心保护好你，但是恐有疏忽之事，这个小法器总还能帮你逃命的。嗯，谢谢浩辰师兄。嗯。古雕，到底买什么可以对付古雕？司凤。哦，司凤，你怎么一下就找到对付古雕的方法？原来盐水可以伤他的眼睛，而且瞧，对不起，原来盐水可以伤他的眼睛，让他看不见。客官，这样我们就能抓住他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啊，谢谢客官。哎，司凤，你偷懒找人代买啊？那又怎样？算了，正好可以好好练习浩辰师兄给我的遁雷桃浆。
你住这个房间啊？你觉得现在这样聊天合适吗？不太合适。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？我现在就走，现在就走。我堆了一桃浆和熊，不见了，好像落水里了。我找一下，我找到我就走。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奇怪。廷奴，别倔了。你虽是上过天界做过仙医官的鲛人，可那又如何呢？天界说贬罚你就贬罚你，在他们眼中，妖终究是妖，不配与他们平起平坐。当年我魔域左使，不过是拿回魔煞星的君天策海，却被天界算计，用四方定海铁锁镇压在了焚如城底层。一困就是1000年。现在，告诉我，怎样才能打开那定海铁锁？不说吗？住手！快住手！我说。什么？还有别的妖？哎，这下可麻烦了。本来想拿骨雕角给玄机做落泪香的，可现在又来一只妖，这怎么打得过呀？玲珑，我这样会不会再被关进明霞洞啊？小六子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办法？哎，我记得浩辰师兄跟我说过，骨雕喜欢吃人的舌头，它闻见舌尖血就会扑过来。反正我也不怕痛，到时候我要不就咬破舌头把它引过来，好不好？那你们这就是找死！这办法是会引来骨雕，却也会使其妖力激增不可控。你们有几条命可活？没那么严重吧？那你能不能杀了他？凭我们，杀不了他。那怎么办？四方定海铁锁，本是天界引人界，四方山脉之地气凝练而成，斩不断。破不得，只有4把灵石与铁锁齐聚才能打开。这4把灵石千百年来一直被有人类的修仙5派所守护着，在修仙5派的手中，那到底被他们放在什么地方？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了。真的，我把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。你所说的话若有一句不是，便杀光你们鲛人一族。据之前百姓受害的地点判断，骨雕的活动范围就在山妖水塘附近。
至于那鹿台山上的另一妖物，线索不明。大家上山之后要随机应变。玄金，你是不是累了？不累。玄金，玄金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好痛啊！怎么了？扭到了。啊，痛！师傅，玄机脚扭了，不能再走了。哎，这个死丫头，平时不好好练功，现在受伤了，把大家也拖累了。好了，师兄，别说孩子了，就让他们在这里休息。我们去把骨雕引出来。也好。于小霞，劳烦你在这里帮忙照顾他们。玄机，这个哨子你拿着，如果有危险，赶紧鸣哨向我们示警。浩辰，拿着东西走吧。是。哎呀，憋死我了！怎么这么久啊？对不起，玲珑，我刚才忘记了。玄机，你脚不是真的扭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我装的。你装的也太假了！你呀，不是不知道疼吗？怎么装啊？哎呀，对啊，我忘了。玲珑敏，你们在周边戒备，待我阵法布置妥当之后，将骨雕引来，把它困入其中之时，你们再除去骨雕脚。嗯。啊。玲珑。这个你拿去防身。这个，不是你传家的宝贝吗？我家祖上是炼器师，这匕首杀妖之力强过一般法器，你拿着，万一和妖遇上，可用它防身。可是这个，不是你说要留给未来的？对啊，这是我家留给我未来媳妇儿的，你别多想啊，我这只是借给你，用完要还的。借给我还要还？那送给你未来的钟家媳妇儿去。哎。报，有修仙者来了鹿台山。什么？快通知所有妖，即刻撤离鹿台山的分坛，记得毁灭行迹。是，快！要你听诺叔叔在呢。你速速通知所有教座，让他们赶紧离开那里。阵法成了，好强的妖气啊！妖气。妖力大增，我的法力支撑不了多久，快走！可是四方，这快走啊！走。
是只天狗，抓住他！你们待在这儿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是说那骨雕快成精化形了吗？你一个人对付不了的，我跟你一起。我一个人去更方便。你私放！等一下，这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又一只妖。等一下，你干嘛帮这妖物？是骨雕的妖味儿，它好像追过来了。玄机，没事的啊，它进不来的。我怎么觉得它好像要砸开那个洞口了？前有狼后有虎，不管了，先对付这个凶猛的。保护玄机。你待在这别动啊！玲珑，玲珑！神奇。这叫声，一定是骨雕。玄机。找死！
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如今你可明白了？明白什么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玄机，你醒了？你怎么样？难不难受？你吓死我了！大家都没事吧？大家都没事。你要不要再躺一会儿？玲珑，我饿了。小馋猫，那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玄机，那天在山洞里发生的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在山洞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记得我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好像，我好像都记不得了。哎，玄机，那这样，你照我的样子做，看看能不能帮你想起些什么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别对着我，往那边。玄机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都不知道，那天在山洞你有多厉害，你就像刚才那样画了个圈，手一推，就把那骨雕给杀了。我把骨雕给杀了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哪来的本事把骨雕给杀了？还是说，那其实不是梦，是真的？可是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发生在我身上？还是说，我就是他们说的那个怪人？当然不是了，玄机，不是有这种说法吗？有些世外高人、天界仙人什么的，喜欢在人间游走，爱管不平之事。可他们呢，又不便现身，就借助一丝元神，附在人的肉身上出手。所以，你肯定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，你才一点意识都没有，也记得不真切。是这样吗？一定是这样的，玄机。你想啊，你连杨绝宫的入门心法都还不会，连命剑都使不出来，突然一抬手就杀了那么大个扁毛妖怪，你自己相信吗？而且我们刚才也试了，没有再见到那个怪异的力量。照你这么说，要长针有神仙能够帮助我，也挺好的。这样我就不会拖你们后腿了。而且你们要是遇到危险，我还可以保护你们。这种事以后就不要再想了，更不能再跟任何人提起，要不然这怪事总在你身上发生，那些长老肯定要说些有的没的，说不定还要再把你关起来。哦。玄机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件事呢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，任何人都不能说起，知道吗？姑姑，浩辰师兄，玄机，你醒了就好。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出手除了那骨雕，救了你们。玄机，明言，你们在山洞中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我们当时都被那骨雕给甩晕过去了，什么也没看见。你不是说我……玄机，我早就跟你说过要好好练功吗？你功夫那么差，一下就被那骨雕给甩晕过去了，昏了2天才醒过来。你怎么这么说我呢？你自己也不好好练功的呀？我不好好练功，你看我那阳绝功练的炉火纯青啊！那你不也被甩晕过去了吗？我被甩晕过去那是为了要保护你和玲珑。别吵了，姑姑，师兄，多吃点，快吃。小六子，玄机才刚刚醒，你就跟他吵架，你要是再说，就把你嘴巴封起来。万幸，你们都安然无恙就好。摘花任务也算完成了，掌门抓了天狗，已和东方岛主带回去了。只是我与浩辰还要去山上探探，
听你们说，那山洞中还有一只水妖，可我们当时却未曾察觉。那个妖好像想帮我们。妖就是妖，怎么会帮人呢？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假象给骗了。如此看来，这蛊雕是一击即中。当年我看师祖杀妖，也断没有这样轻易的，何况是蛊雕这样巨大的凶手。这3界之中，能够如此杀妖于无形的，怕是只有天界的神族与妖魔界的修罗族。眼红师叔不必自扰，这3界之中，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不过修罗一族，早在1000年前就已经绝迹了。或许是玄机他们运气好，遇上了天界神官，在替天行道罢了。但愿如此吧。只是这诡异怪力在人界出现，始终令人不安，还是应该知会各派，小心为上。这洞中早已没有妖物了。米言说的那水妖，亦或是跟蛊雕一起被杀了，又或者是顺着这水道逃走了。我们在山上再探查一番。好。啊，玲珑的点心怎么越吃越饿呀？啊，这面条怎么还不来啊？客官，您的面。谢谢。你慢用。苏放，你也醒了呀？我早就醒了，只有你才睡了2天。那你肯定饿了吧？来，吃这个，特别好吃。这个有面好吃吗？你就知道吃，这是我做的创伤药。这是你专门给我做的创伤药啊？我自己要用，顺手做的，我不想亏欠你的人情。可是，你把整瓶都给我了呀？你一定是怕不够用，所以才把整瓶都给我了，对不对？可是，我看你也受伤了。哎，别动，我给你上药。我的手没事。走了，我要再去一趟鹿台山，看看那里有没有残留的蛊雕桥。哎，思凤，你等一下，原来你也替我担心。玲珑说她和米用的东西，连个鲛人都看不住。你们速派人手将那鲛人寻回。若是被修仙门派找到了，他乱说话，怕是会暴露我天虚堂的存在。是堂主。那斩杀蛊雕的人，
千年古雕一招击杀，片身不留。在5大修仙门派当中，这样的高手，我还是从未见过。莫不是战神，或是魔煞星？堂主，上鹿台山的修仙者当中，本就有一个不在他们摘花名单之列的人。此人正是少阳掌门之女楚玲珑。据属下查悉，楚玲珑的生辰时日，正好是16年前的4月初4亥时，与魔煞星和战神轮回投身的时辰相合。楚玲珑，那你去试一试。得令。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古雕什么都不剩了，还做什么落泪香啊？你怎么办？玲珑，你别哭了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还能想什么办法？你说呀！玲珑，你别哭了，没关系的。如果真的要被再关进明霞洞的话，我也无所谓的。好你个臭丫头，你这辈子都见不到我也无所谓是吧？哎，玲珑，玲珑，玲珑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他为什么要生气啊？你明明不想被关进明霞洞，为什么要说无所谓？我是不想被关进明霞洞啊，可是我也不想看见玲珑哭。我以为我说那些话的话，她就不会伤心了。只要玲珑不伤心的话，我被关进明霞洞也没关系的吧？你真是一个笨蛋。啊？只是我在想，我要真的被关进明霞洞的话，肯定就吃不到好吃的了。所以在这之前，我想一次都吃个够。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买。真的？算是没给你拿到古雕角的补偿。师傅你真好。那我吃什么你都给我买吗？手放开。嗯。客官，齐了。这个太贵重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是不用找。谢谢客官，谢谢，二位慢用啊。来，吃吧。思凤，你说，为什么我都没有嗅觉呢？你看，这么多好吃的，但是我什么味道都闻不到。就像现在，我也听不出这街上的曲子是好听还是不好听。还有落日的颜色，吹过来的风，我什么都感受不到。我真羡慕其他人，他们什么都可以感受得到。这样的生活一定特别的痛快和自在。哎，我说，咱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怕什么？那些仙长不是把妖都除了吗？什么东西啊？走，看一看。抓住他！上！客人们，日日如此，太过习以为常，反而忘了你说的那样的痛快和自在。其实很多感觉都是相通的，通过食物，你也会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。这是甜糕，你吃到嘴里，心里会觉得很满足，这就是很幸福的感觉。这个真好吃。这个呢是莲子，莲心很苦，
你吃到嘴里会觉得很难受，就好比不开心时、难过时候的心情。四凤这个太苦了，太难吃了。这个呢是金桔，有酸涩之味，有些感觉似明不明，有些话想说又不敢说。这种尚不成熟的苦涩心情，就像这样。四凤，可是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我都听不明白。四凤，你笑了哎，你笑起来好好看啊，就像我刚才吃的这个冰镇酒酿一样，刚喝进去的时候冰冰凉凉的，但其实呢，又醉又甜人。四凤，你的笑就跟这个酒酿一样，所以四凤，你笑起来特别好看，以后要多笑笑，像这样，这样。喂，还想不想继续了？有些味道呢，你很想知道，它却偏偏在你眼前，就不让你知道。这种叫做渴望。四凤，那个好像就是山洞里那个水妖。这个是鲛人。鲛人，我听他们说，鲛人特别擅长织布，还很会唱歌。听过他唱歌的人都如痴如醉。那他们是坏的吗？妖与妖不同，有的妖为了加快自己的修为，吸食别人的精元和血肉，所以才会害人。但鲛人生性善良，只会助人，不会害人。你疯了？刚刚说什么？去救妖？在鹿台山上，伤人的是天狗和古雕，和鲛人没有关系。鲛人天性善良，而且没有攻击力，他是无辜的。可他毕竟是妖啊，妖不都是坏的吗？妖和人也一样，脾性各异，也有善恶之别。这鲛人本就不该死，我会想办法救他。你们只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可以了。之前在镇上的那些村民都说那个鲛人是害人的妖，还拿石头砸他，欺负他。但是我们在山里的时候，我没觉得他做了什么坏事，而且他还
们4人去把鲛人夺回来，我来亲自会一会这个4月初4出生的楚明龙。